费前辈，费前辈。今日是我孙儿正冠之日，也是我费家下决心金盆洗手、退出江湖之日。从今往后，我费家子孙只许经商从文，不问江湖是非。不问江湖是非啊？这是江湖是非啊！成亲这孩子打小就厌倦舞枪弄棒，只喜欢经世致用之学，最适合做家主之位。不过，诸位都是与我家来往甚密之人，有恩，也有怨。今日相邀前来，一笔勾销。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休想！这都这么算了，这就金盆洗手，太可惜了。据守江岛。突厥们迫不及待地想要阴险了。老爷子，从前你儿子费丹峰斩断了我兄长一臂，既然想要勾销恩怨，总是要拿出些奇学做补偿吧？对，是这样。老爷子，赶紧把千人面交出来！对，交出来！交出来！爷爷，这怎么办啊？诸位原来都想要千人面，那老朽只能说出他的下落。5年前，长子丹峰拿着那东西去执行圣意，却惨遭暗杀，尸首至今下落不明。那东西也毁于当晚，烧得只剩一件残皮，被老朽埋进祖墓。怎么可能啊！胡说八道啊！是啊，必须交出来！怎么可能就烧了？为了不将我们费家再带入苦海，那时老夫就立下死誓：凡我费家中人，如有胆敢偷学千人面者，废其武功，逐出家门。啥？不可能，真的被他毁了！这么多人都在，老爷子你还在这撒这种弥天大谎！交出千人面，我们不会让你为难。你们2个家族败类，违背家规，偷学千人面，不择手段，早就被老夫逐出家门。今天还有脸站在这儿献丑？你若是早将这秘法传授给我们，我们哪至于杀这么多人啊？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那个东西不在我手里，你们2个，给我赶快滚！真没想到，哼，私藏此物，算什么金盆洗手啊？那不如当场销毁，共同为证。就是，拿出来！快交出来！拿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一定要拿出来！拿出来！好了，老夫已退隐江湖，你们还苦苦相逼。好，今日就算打破金盆洗手的规矩，我们也不死不休。来吧，谁先来讨命？
对付2个晚辈，善行如此之余，看来怎么回事啊？你一个外人，为何要插手我们家事？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欺负老人和小孩。这件事，今日我必须要管。萧秋水，你有这功夫，不如管管自家门户。你大哥勾结北荒，你作为罪人之弟，有何颜面插手我大西武林之事？你胡说什么？刚屠了邓家，还敢来此造次？我们这么多人，你要是敢出手，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说的对。让开！走开！让开！我有事要问费老爷子，所以我必须要保他。这样吧，诸位，我们来打个赌。若是你们赢的话，那日后我便不再插手此事。我们若是不赌呢？那就只能赌命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在场诸位，若有人将剑从石头里面完全拔出来，我便不再过问费家之事；若拔不出来，那之后不能再为难费家后人。你2人也要把解药给费贤妹。哥，不可应承。这小子内力奇厚，当心有诈。一剑而已，不妨试试。好，我们接了。若为此事，江湖共诛之。我这2个木子，一个练的擎天，掌力无穷；另一个练的化物，举重若轻。倘若真让他们赢了怎么办呀？不会。萧秋水，你可没说过不许我们2人合力来吧？我是说，剑从石头里拔出来。可这剑上还有石头啊。对呀，这石头还在上面啊。体积越小，越不易被砸碎。以你们的内力，根本就拔不出来。如今，是否可认输了？认了。解药。
爷爷，赌约已成，日后便不可再为难费家。诸位，请自便吧。来一趟啊！走吧。我吃了个千人面，人都这么逼他了，老爷子还说没有，那应该是真没了。我们走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祖母被跑了。啊！费老爷子，可有什么不对？这若是真的千人面，长期没有连上活人心脉，没有费家内力供养，早就应该化作血水不见了。可你看，这上面的面皮仍在，分明就是假的。可是，怎会如此呢？此物呢，与树系的武林大案有关，不只是你费家的家事。我爹的剑，这公墓背后埋着我爹的剑，难道这里埋的是我爹？费老爷子，你有话不妨直说。若千人面在世的消息一旦传出，便会兴起一场风波，到时候对你们费家来说，定难逃此劫。5年前，丹凤去皇城寺执行任务回来，就遭到朱大天王的追杀。我急忙去接应，在路上就遇到了朱大天王的手下柔水神君。我以为是他在劫杀丹凤，我就拼尽全力用乱髓指将其击杀。可当我撕下面具，才发现是我的儿子丹凤。丹凤！丹凤！那之后，我便自废内力，发誓不再用乱髓指。爷爷，我爹，他是你杀的呀！爷爷，你还我爹！少爷，你还我爹！少爷，你还我爹！我们先走，少爷。还我爹！爷爷！费老爷子，朱大天王与费丹峰有何过节？实不相瞒，我费家的武功在3大奇门中并非顶级，只因千人面，才能立足江湖。当日丹凤是奉皇城司的密令，暗中调查朱大天王的身份，发现铁衣神捕就是朱大天王。他为了拿到千人面，让我错杀了丹凤。朱大天王就是铁衣神捕，难道当年就是他捏造百草谷私捧北荒？如果千人面在他手上，那易容假扮帮主，骗我杀害天正太禅的，必定是他。事已至此，别的我就不多说了。萧手下，希望你日后给江湖众人一个交代，不管千人面再掀起什么腥风血雨，证明与我费家无关。拜托了。费老爷子客气了。
请吧。陈州来了！哎呀，许久未见，还是这般一表人才啊！我还以为你不愿意再陪寡人喝酒了呢。来来来，快，随寡人前去喝几杯。快就坐。哎，你看看，寡人是不是很用心呢？准备的都是你爱吃的。来，快，快。漕运繁荣，入夜方知京师，惊扰陛下了。这许久未见，你还是这般心急啊？好，那咱们就先谈谈正事。你看看，这上面写着要御史状告你们权力帮，说你们擅动国库财产，分发给武林各派，说是你们权力帮占9成，武林各派占1成。有这事吗？臣有罪。见北方入冬，将士衣食短缺，不忍，故将财宝9成送往前线。因战事吃紧，一日千里。此时就未曾禀报，这件事却是陈州僭越，愿请责罚。我听出来了，依你的意思是，这事儿是寡人考虑不周，亏待了将士们。既如此，也不便多说了。陈州，喝了这杯酒，便回去吧。
陈州，我去帮你传太医，不必了。我早就知道有人参体，便匆匆赶来。其实，你本可不必亲自上京的。或许皇上还不会谅我。你说这雪是因一日之寒而落的吗？我总以为你是不满朝政诸多决策，所以才负气出走江湖的。我身为亲王，不得不为江山社稷所拖累，拘束在这蹩脚的官府里。如今见你此剑，我才知道你所作为何。这以往全是偏见，真是对你不忠。我这一生行事，本就似飞鸿踏雪，世人如何评价于我，对于我来说，一点都不重要。你这般说，倒让我想起一个人，可是鸿飞那副季东西。倘若有一天你不在了，偌大的天下，又有谁可以做你未尽之事呢？启禀陛下，南天荡的财宝被权力帮悉数取走后，的确是换走了物资，运去了前线。想收买人心？东西找到了没？我派去的人遭了李晨舟算计，在南天荡没有发现玉玺的下落。陛下息怒，请陛下责罚。陈州的那点小心思，就快藏不住了。如今他身染剧毒，还不是得月月来拜见寡人，求取丹药才能得以续命。我倒是要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，到底能撑多久。陛下英明，水道在陛下的扶持之下，在江湖上已经有匹敌权力帮的能力。他李晨舟想作乱，也不是容易的事。行了，申伯，快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这些年大西北荒干戈不断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我心甚忧。李晨舟他劳苦这么多年，也该歇歇了。从今往后，这大西武林就交付给你了，你可莫要再让寡人失望了。臣必定鞠躬尽瘁。驾！驾！你。我看到你在费家所为，你在众人面前说最见不得欺负弱小之事。幻花老三，我有一事，你帮还是不帮？你一路跟着我，可是知我萧家之祸？害你萧家的凶手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当年丹峰所查事情的真相。你要用这个作为让我帮忙的报酬？费家家主费玉桥。我早是该死之人，可我不甘心。看看我的脸，就是配用千人面的下场。原来配用千人面。时间久了，竟然会是这样。何止？每用一次千人面，便会内力大损。
稍有不慎，就有性命之危。费家因千人面，立足于江湖，却也毁于此我。江湖人人觊觎千人面，看看我费家上下为了他争得你死我活。当年我卸下千人面，虚弱闭关，却遭下人设计，成了孤魂野鬼之。所以你想让我帮你夺回千人面？不，千人面流落江湖，危害深远。我只想找到他，彻底毁掉他。那你又为何信任于我？做鬼做久了，反而更能看清人了。萧家老三，你父母的死，我很难过。虽未深交，但是你父亲却是我最敬佩的大侠。我告诉你，当年追杀丹峰的人，也使出过乱髓指。朱大天王，不错。我当年将乱髓指写成图谱，曾借给铁衣神捕一阅，应是那时被他记下了。找到铁衣神捕，毁掉他手中的千人面。费家的东西，不能再给江湖造出更多的败类了。萧手下，萧手下，拜托了。姐妹，多谢姐妹。终于找到你了！报应啊，报应！说，怎么解？我的脸就是你的下场。千人面凡是无人可解，江湖又多了一个不人不鬼的怪物啊！是你，萧逸人，等你很久了。龙江水道还不够你盘踞敛财吗？居然和北荒人勾结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勾结，敛财。我可没那么肤浅。你看，在南天荡，我可曾要你替我抢过一分一厘？嗯？真正敛财的是李晨舟。他把南天荡半数财宝换成粮草送到前线去。可是，这不是圣上想要看到的。正如我上次对你所说，大西与北荒继续打下去，劳民伤财，再多的财宝，也只是填了窟窿，打一打就没了。我也是为圣上分忧罢了。可若真是如此，
你为何当初不明说？哄骗我去南天荡，颜面丢尽，我萧家几世的英名已经毁于一旦。我毁什么，也不会毁了萧家的名声。不信？圣上听闻你有心报效朝廷，就御笔亲书4个字赐予了萧家。有了这道圣谕，萧家的名望恐怕要盖过少林武当了。如今这是圣上用人之际，你好好干。从此你萧一人光宗耀祖，指日可待。难道不是吗？去吧，去为圣上除掉一个人。你只管等待，需要时，我自会找你。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恭喜萧大侠不负皇恩，我们这就先走了。伊人，小易，你看，这是当今圣上亲赐的牌匾，尽忠忠义。我们萧家什么时候有如此的气派？竟是圣上亲赐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伊人，想必南天荡一事查清楚了。南天荡之事，我迟早会让天下人理解的。伊人，我并不是想要扫你的兴，只是我越想越觉得这牌匾来得蹊跷。北荒人未寻得，你的名誉亦未恢复，那圣上怎会亲赐牌匾呢？你这是何意？你是说我们萧家不值得圣上亲赐牌匾吗？还是说我们萧家不配得这尽忠忠义这名号？你口口声声说要陪我振兴萧家，可如今我做到了，你为何如此不自在？伊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当然替你高兴的。只是我觉得这里如今看似热闹，却是虚有其表，完全没有幻花剑派鼎盛时期那般气魄。似乎人心并非在这里。那人心在哪儿？难道是在秋水的神州结义吗？如今有了圣心圣意，不怕人心不归附，我会让你看着幻花壮大的。萧秋水，为什么你在哪里都要坏我的事？事情已经到了如今这一步，不会再有任何人能阻碍我。老师，这干什么？这不还有吗？抢什么？这不都有吗？哎，武官，
武功！上次在来的路上看见杀人了。哦，对，杀人了，就是那该死的铁衣神捕，对，早想弄死他了，被别人推下悬崖了。铁衣神捕，对啊，对，是，就是他，老东西，早想弄死他了。阿棍，你刚刚说的是六扇门的铁衣神捕？对，就是这老东西啊。那你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？走，那我们去看看。走！不喝茶了呀？武功，这！他果然会乱碎纸，看来铁衣神捕当真已死。那么现在江湖中的朱大天王，就是凶手用千人面假扮的。四棍，他最后说，那黑衣人杀了很多的人。对，此地潮湿，就算不识数月，也不该如此干瘪。小说中望青天书的修罗印法，好像可以吸收功法，被吸的人会被人一举干尸。什么武功有这种能耐啊？难道是望青天书？望青天书？难道我还漏掉了什么吗？四棍，这样，你们速去找朱大天王的老巢。没问题。好，行。
原本刻在剑楼的忘情天书被人偷去后毁掉，莫非是和朱霞武一样早早就潜伏在剑炉里的吗？李晨舟说，那日柳随风赶到时，剑炉就已经从内部被攻破了。剑炉坚不可摧，从外部闯入，绝非是易事。哎，老大，我与玉涵带人收敛尸体时，早就发现剑炉后面的千机锁被人打开了。这幻花千机锁精密无比，极难破解。千机锁虽小，这上面藏着2道机关。2道机关？这跟你们印象中的锁完全不同。打开的办法更需要一里一外，同时才行。一里一外，一里一外。能打开千机锁，唯有懂这锁的人。他杀了所有人，夺走千人面，假扮朱大天王。开锁方法只有爹娘和2位兄长知道。不可能，大哥、二哥都是在我之后赶回剑楼的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大哥，你已经做了一切你能做的，别再责怪自己了。那日你二哥前去探路，回来说前面路被堵死，没有办法，萧大哥只好选择绕路，耽误了不少时间。那么我二哥，他又是怎么回来的？他与我们分散后，一路冲锋陷阵，赶回剑炉。是你。秋水，我去买桂花糕，听到有人说你回来了，我特意给你带了一些。小姨姐，大哥二哥现在可在边缘？一人约了人议事，不在府内。开宴好像是去了琵琶阁吃酒。小姨姐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三弟，你怎么来了？
哦，今日正巧准备了一桌爹娘生前最爱吃的菜，你有口福了。尝尝吧。以前娘总爱煮茶给我们吃，那时她总喜欢做各式各样的糕点。那个时候，我总觉得我能一直吃到。只可惜，娘做的味道再也吃不到了。还说这些做什么？干嘛说这些伤心的事儿？爹和娘死得这么不明不白，二哥，我始终想不明白，到底是什么人如此的恨他呢？世事莫测，人生无常。那就重启嘛 ，reset 一下，多给角色开金手指。你傻？你小子倒是有点聪明。儿，李楠，果然是你，小看一眼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的功法何时长进了这么多？秋水，难道只许你有奇遇，不许二哥用功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又是何时在别人身上学的这些旁门功法？是忘情天书吗？不知道三弟在胡说什么。别再装了，幻化千机锁的解法，爹只告诉了我们三兄弟。你还是救命！
谁在外面？耶，是开业啊！是开业。你提前赶回乾隆，偷偷写的忘情天书，是你杀死爹娘，害了萧家满门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爹，娘，你们没事儿？你大哥和你三弟他们呢？大哥和三弟带着分院的兄弟，稍后就到。没想到，秋水他真的做到了。做到了，做到了。为什么萧家最宠溺的，总是遇到好事和机遇的你？自然不知道为了什么。我萧开业，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一次，我要夺回一切。